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今仔日下晡在立法院進行着協商，協商啥物？講到中國是毋是算作外國有政績？但是的確，你愛做公職，就愛只有台灣籍。即馬當咧協商民眾黨的李金秀的立委的代誌，還有其他甲中國有關的爭議，今仔日一並在節目當中，甲立委、學者、專家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立委陳佩如，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教授曲條雄，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咱來關心民眾黨的立委李金秀有中國籍，引起了爭議。不過，立法院新的這個會期依然是進入到內政委員會，今仔日嘛出席着調委的選舉。那立法院長韓國瑜今仔日是召開着政黨黨團的協商，來討論李金秀的資格。不過，落尾也是無共識。民眾黨有啊，甲朝野立委理議，民眾黨立委李金秀含着國籍戶籍爭議，政治辦甲內政部立委會嗆聲，新會期閣到監督內政部的內政委員會引起關注。李金秀10日佇個內政委員會調委選舉，甲大會交換意見，外界關心伊未來是不是能順利質詢，因為行政院長杜榮泰指示，佇立委合規資格還未確認之前，各部會未提供任何資料。我會不會擔心之後職權會不會受影響？啊，不擔心，不擔心，謝謝。小心，小心，好，小心，小心。不擔心職權的時候不順利嗎？面對媒體追問，李金秀攏無回應。佇調會選舉結束了後，趕緊離開，對官員若不接受李金秀質詢，要安怎化解呢？國民黨立委廖先雄表態，會保障李金秀的權利。當然，我們不會預設立場，內政部會有不尊重立法院的一個行為。那就是如果說現場有什麼狀況的話，我們再來做協調。我想就今天下午的協商之後，那我們會為我們的這個內政委員會未來的運作模式來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方案。針對李金秀立委身份認定，立法院長韓國瑜10日下晡會開黨團協商，李筆記表示，雙方協商討論出朝野應接受的方案。記者綜合報道。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有一陣啊，吼。那麼真濟觀眾朋友可能也許到目前為止還佫查無章，這到底是啥一回事？真簡單，你過來台灣，不管是過來台灣，還是因為你某是台灣人來到台灣，那麼取得了身份證，並不代表你有放棄掉中國籍，因為你要做公職。這內面有真濟譜寫的所在。國際法內面是安尼規定，但是兩華人民關係條例無描寫到。這個內面有一個旁地的。所以伊講伊的，伊講伊的。即馬，但是立法委員要失去這個資格吼，就愛立法院長來個請出去。所以今日在做這個協商，吼，所以這個話頭先打佇遮。不過我要先請教陳委員。民進黨團的意見敢有統一？統一的意見又佫是啥物？目前為止吼，黨團的意見是一致的。阮的一致的意思就是講，李金秀伊無取得伊國基法認定之前，我們認為他就是不能當立法委員。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今仔日下晡為什麼有這個合商？唔是阮民進黨認為阮足夠的，阮會使去解釋這個法律，所以我們協商不是，是我們黨團要求韓國瑜，請你就李金秀這個國籍爭議的問題，你立法院院長要做出解職的會議討論。韓國瑜不做，他不敢承擔，所以他說用協商。那所以我要說。如果觀眾朋友你對法律有了解，你會知影講，會使解說法律，還是講咱法律上有啥物無共款的意見的時陣，咱會使送去釋憲。所以基本上這個代誌，唔是阮立法委員會使決定。所以韓國瑜即馬講，
無結論，可以繼續做這個代志。阮的黨團的態度嘛是認為講這是袂使吼，所以阮的態度一直攏就一直的。但是為什麼講國際法嘛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好，是我要甲大家提起，有另外一個觀點，我們想要甲大家分享吼。國際法這個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國際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個事情看完之後，我們用國際的視角來看。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會怎麼看待台灣的法治單位也好，立法院也好？我們現在放任一個每天他具有敵國國籍身份的人進入立法院最高民意殿堂來當立法委員，國際上的民主有人會看說，哦，所以你們台灣可以接受這種狀態。所以我在總質詢的時候，我就有提醒所有的行政官員，你們要聽好，不是只有李珍秀有對國家忠誠的義務。你們這些官員也有對國家忠誠的義務，什麼意思？如果機密資料，如果所有行政資料，你們都給一個不具合格資格的立委，所謂的這個不合格的立委，其實你們是會有問題的。所以我要說，民進黨黨團的態度一直以來都非常的一致。委員，這是實際上吼，譬如講，真的中國的飛機飛來飛去，安全，但是就法來論法當中。有真濟法律專家認為講，無就是來修法嘛，無就來申請就釋憲嘛。咱即馬刷來動作是啥物？基本上吼，因為即馬這個代誌卡在兩個事情，一個是立法院院長的態度，你的態度是啥物？第二，中選會伫咧即個會期有機會，中選會新的委員都入去啊，所以中選會你要徛出來甲阮講，當初李珍秀交互恁的資料的時陣，伊是安怎寫伊的各一個問題，吼，我即擺甲大家報告另外一件代誌，他拄仔咧下晡咧合商的時陣吶。立法院人事處有講哦，佇直播的時候講出來，伊講李珍秀伊當初來立法院報道的時陣，阮來交一個資料講，你有雙重國籍無？你要打勾。阮逐一個立委攏愛交哦。因講李珍秀交的是干那講，我只有中華民國國籍。那我就問李珍秀有沒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回過頭來問，如果今天下午公開協商的時候，立法院人事處都已經說李珍秀你就是繳交不實的資料，那當然問題就回到你韓國瑜身上啊，只有你韓國瑜手上有這一份資料，因為李珍秀交了什麼沒有人知道，你韓國瑜知道，你應該要站出來協助之後可以成立的中選會，可以完成李珍秀這個爭議的問題。好，所以即擺是焦點放佇韓國瑜院長伊來做一個決定，還是要做一個表示？咱黨團意見是安尼嘛，吼。說來要請教邱老師。就法來論法吼，真濟各種的看法啦。有人講這個特別法啦，兩華人民關係條例就特別法啦，應該排除啊。這個國際法無適用啊。我伊講無咯，我這兩華人民條例內面也無規定講你袂使串紅燈，所以你就會當串紅燈嗎？無啊，你就要回歸到一般的這個法律內面講，你嘛要遵守其他的法律啦。老師，你安怎看待？這個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講，咱一定要來確定講，咱即馬討論的是法律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哈，基本上即馬看起來是，雖然講攏有啦，哈，因為這個案兩邊攏有伊的色彩佇內底，但是民主法治國家到尾啊，到上尾是不是愛以法治為基本？哦，那我講，要抬嘛，用法律甲抬。這是啊，你要甲抬嘛，是用法律甲抬啊。伊即馬你要互做立委，你嘛就愛用法律。哦，你無要互做立委，要甲救來，你嘛就愛用法律。哦，你像美國啦，吼，你看一個月以正前嘅，迄美國總統川普，伊嘅關稅偌強嘅，對無？叫因嘅聯邦大法官講者講，你迄違法違憲。我最近各位有看到伊咧講關稅無？即馬咧講燒錢啦，哦，即馬攏咧講美國甲伊朗咧燒錢。因為真濟國家要找，真濟公司要找伊退稅。哦，對，迄是對啦，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講，你川普這強的總統，全世界上高的、上清的一個總統，你嘛就是到尾啊，你嘛就是愛遵守法律啦。雖然伊咧罵迄幾個大法官攏叫罵。好，老師照講嘛在修法嘛。即擺抽起來，敢有即支刀頭我甲抬？抬啥物啦？
叫這立委啊，叫伊袂當做立委。因立委會使重新定法律啊、修法啊、修改憲法啊。哦，咱憲法即馬內底有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的國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哦，這是咱憲法的規定哦。哦，各位會使去看一下。哦，我莫佔時間啦。我閣講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好，我即馬就要問一個問題，請問李珍秀立法委員，伊敢是咱的國民？是啊，毋是？哦，可能民進黨會講毋是，因為有另外一國的身份國籍。啊，你為什麼發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給伊？我會使摕着我的身份證的證明我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各位，你即馬把你的身份證摕出來看，伊敢是寫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我若做毋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住佇台灣，我領的絕對毋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對不？嗯。所以李珍秀基本上伊是中華民國的。啊，這頭一言。啊，第二項啊，頭拄陳委員嘛是有講到啦。哦，講伊有另外一個國家的國籍，哦，有影，咱的法律有規定講，你進前啊放棄。立法委員你袂使有第二國的國籍，啊，不管是倒一國，你若准有迄國的國籍，你的立法委員資格就一定愛消失。較早咱嘛有這個例啊，對不？李慶安啊，我真好的朋友，哦，李慶安伊就是安尼啊，啊鼻啊摸摸去轉去啊，對不？啊，從此以後就無去插。消息正大，嘿，對不？所以講，這法律規定得真清楚啊！怎麼來咯？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是一個另外國家。我知民進黨一定講，迄是另外一個國家，但是迄是啥物？迄是政治，迄毋是法律。咱的法律體系到今仔日為止，啊，咱攏無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對方伊嘛無承認咱中華民國，哦，這兩個國家到底是兩個國家，還是一個國家？哦，頭拄講到國際法，頭先講到國際法個較迄落，國際法對這條的規定內底，大部分即馬全世界的聯合國內底193個會員國，有差不多170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台灣是伊的一部分。哦，咱一定無承認，咱台灣絕對無法度接受。但是193個國家，有170外個，基本上是承認的。所以即馬問題就是來，就法律來講，李珍秀伊雖然講可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他還沒有完成放棄的法定程序。嗯。哦，這可能是事實，但是因為咱基本上咱的法律無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啊，所以它不是另外一個國家。所以柯老師，實務上你的建議是啥物？實務啊，實務就是即馬民進黨咧創啊，因即馬咧執政啊，所以我建議無效啊，迄無路用啊。你若做講，咱一定愛解決啦，咱就照法律來解決嘛。所以今仔日，頭拄講韓國瑜哦，伊嘛是。他只有這個結論可以做。伊若陣講，因為我頭仔陳委員講，啊來看伊當初時，伊送你去立法院的這資格審查，頭拄講這，我這毋是講過啊。伊就交講，他只有中華民國國籍，哦，伊即馬可能，伊即馬伊去交的時陣，伊這是算講，反正我看這國旗吼，5車我嘛甲看這是車鏈的安尼。無啊，兩邊。對伊來講，伊是兩個選一個校長嘛，伊較早是迄個嘛，啊，即馬這個嘛，啊，這兩個一國啊兩國，所以迄天柯 P 講得真清楚嘛，你先告訴我，這是兩個國家還是一個國家？那準兩個國家，咱的法律嘛認為這是兩個國家，這話講實在，李珍秀違法，但是這不是兩個國家，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
吼，你講你的國，我講我的國。咱對咱來講，伊敢是國？毋是。啊，咱對伊來講，敢是國？毋是，剩一國爾，是無？所以我頭拄講，我一開始就講啊，咱要用法律來解決，還是要用政治來解決？好，柯老師，咱先來停一下，我希望再回頭來問你講關於的中刑，吼，中刑的問題，我要先請教蔡老師。是。他都陳委員甲柯老師攏有講到講，關於着這個法律。你認為咱即擺手頭現有的賣修法的情形之下，有當啊解說到講袂使，李委員你不再是委員，敢有法度？有法度啊，當然嘛有法度啊。哈，因為2004年的時陣，咱就有修法，台灣甲大陸的戶籍敢若單一戶籍，意思就是講2004年以後，我予你半年的時間，你去放棄，吼。啊！你若攏下呢，攏無放棄也無處理。2023年，民眾黨要登記不分區的時陣，你嘛無摕迄個證明出來，一直到2005年才摕出來。而且你摕出來迄個物件，你講是補發的，你佇1999年就等於辦好啊。但是迄個文件寫啥？寫講吼，伊佇93年4月26日寄來台灣，就將伊烏南的戶籍攏甲註銷去啊。但是咱其他的中配是啥呢？我當時等於啊，這個戶籍，這個出籍的證明內底有一個確定的日期啊，所以伊的證明的文件嘛無共啦，吼。啊，你講的是講吼選舉啊，迄個公民權嘛，對不對？但是這毋是公民權哦，這是參政權，所以咱是有法度甲限制，無兩項的條例。袂啊，無你就收這條嘛，未滿10年袂當做公職人員，你甲收掉嘛，毋免10年嘛。所以你袂當甲公民權，吼，甲這參政權啊無，像那迄個烏道的啊，吼有犯罪，咱先那甲限制伊的迄個選舉。所以你毋通甲兩個代志夾做伙啦，其實無關係啦。啊，這毋是一般法甲特別法，攏法誒關係條例第一條，伊就是講吼，本法無規定的，其他法律會當適用。啊，特別法甲一般法是講啊規定同款的代志，但是有一個特殊的狀況，咱來特殊有恰當的，吼，咱甲規定。但是我睇看迄協調會內面吼，是王美玲委員，我因為讀法律的啊，伊講，你去讀者，這個兩法人民條例內面講，咱即擺目前甲中國大陸都毋是兩國啊，就是一個毋知是要安怎形容的一個什麼物件啊。啊，所以就在這個狀態之下，啊，你要叫伊放棄，叫放棄。咱的迄個規定講，迄是非自由的地區，但是咱即馬是佇自由地區哦，自由地區要照咱即馬的法律來行哦。伊即擺講的意思是講，迄個所在嘛是規定佇咱的憲法，吼啊，所以嘛是咱的國家。但是咱的即馬的法律都無法度去用佇遐嘛，咱的法律敢若用佇對？用佇太平金馬啦，伊個邏輯一直咧講吼，好，咱這邊就講，咱退一萬步來想啦。伊講，如果若是李金秀律師吼，咱莫講委員無委員啊，伊若去甲迄個因烏南的當地政府講，啊，就拜託我要來遐做委員啦，吼，啊，你就是甲我寫一下字條講吼，好，我特別互你放棄，安尼這紙條啊來，安尼敢會使？啊，當這個官員啊，啊對啊，但是迄毋是迄無效，無效，因為2004年迄個文件，你要等於放棄迄個註銷迄個文件，迄是固定的嘛。但是伊摕來這個毋是哦，而且伊講的這，伊講伊補發的啦。哦，啊，這嚴重哦！你原本若是有註銷，你補發安尼有合理，其實毋是呢。迄個文件看起來是講，你2025年，你甲等於烏南，你甲申請這個註銷呢，所以。三講四繞開啊！伊講的話攏繞開啊！但是不管如何，咱實務上來講，是你來到台灣居住，還是去到別國，要登去中國，要放棄中國籍的吼，其實攏千難萬難的。不是戶籍會使，你講的是國籍，國籍無法度，吼。對啊，國籍無法度，國籍無法度。啊，但是我講哦，信賴保護的原則，就是講你。本身若是有過失，吼，你應該辦的，你無去辦的話，
法官教授講，我嘛袂當保護你。所以啊，伊若是寫字條講，你這唔是我的錯誤，這就是烏蘭政府的錯誤。你袂當殺我伊，袂當殺我伊。迄個你公務人員跟認這個物件。地方的政府袂使決定伊的國籍。哇，打即擺就頭拄蔡老，我必須我這點我必須要講好清楚。頭拄蔡老師講的是戶籍，唔是國籍。吼，這是兩個完全無共款的法的層次哦。國籍是這個人是倒一國的人，戶籍是你佇台灣有戶口無？哦，咱即擺的規定，即擺咱頭拄伊講的規定是戶口。戶口，哦，伊看伊的戶口有欺騙無？哦，這就是愛法院來查，對不？所以我是感覺這個案啊，會使送去法院，互法院來判講，伊當初伊咧就是2年前啦，有照實咧行無啦？照片照行無？有照實際的情形，講伊的戶口無？若准伊的戶口無照實講，是咧你違法。但是又若准有照實講，咱咧都無問題啊。啊，但是這甲伊的國籍無共款，伊國籍剩一個爾，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師，你認定了，只要若取得身份證，伊就是自然取得中華民國的國籍。毋是自然取，你摕到身份證是確定了後，才互你一個證明嘛。哦，你即馬你身軀一定有身份證嘛？哦，你的身份證是咱的區公所發予你的嘛？伊證明一條代誌，就是講啊，這個人吼，黃先生伊的戶籍佇我台北市，也是佇倒一個縣市佇遮，對無？這是戶口，這甲你的國籍無共款。咱的戶口是會使刷位的，對無？啊，但是咱的國籍，不管你走到倒一國去，你若准無取得別個國的國籍，你嘛是中華民國的國籍啊。對，我要請地科的李正修老師，不是李正修哦，今仔不是咧講你的代志來請。錯一個安尼。確實啦，因為吼，這歸根究底吼來看是講，伊即個李正修即個委員吼律師，伊到底是當時摕到即個放棄對外即個戶籍的文件啦證明。這吼確實才會決定講，伊今仔日到底有法度合格擔任咱即個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資格無啦？因為這上重要是講，伊提互立法院的文件到底是啥？有交傳無？有交傳無？第二個是講，迄當陣民眾黨家己的資料摕去中選會去登記嘛？啊，中選會迄當陣審查的時陣。有要求你也報警無？還是講你敢認定講迄當陣認定講你的資格無共，你無法度。所以這就變講吼，不只是法律的問題，變講這個行政上的程序吼，可能嘛會出現問題啊。哦啊，這麻煩啊。這就麻煩啊。所以講，就像老師頭咧講啦，這可能到後邊吼，必須愛甲所有的資料。即賣文件，包括伊家己摕的文件嘛吼，證明的是有啥物？這包包的吼調查刷吼，啊伊也存一年，伊也攏做完啊。這就無法度啊，因為即賣你根據這法律來講，你一定愛行老師，我是自頭開始來問啦吼，就你認為這個物件的這個關鍵是毋是徛佇兩岸人民條例？大家認定講啊，這個就是咧定義着台灣甲中國的這個關係。你唔是國，我唔是國，啊，所以咱攏下。但是事實上，真濟過來台灣的就是帶台灣查某囡仔的這個查甫，因攏去入籍了後，伊也去摕到身份證，啊，摕到護照。對。老師，你有傾向種認定講，只要若有護照，啊，伊無摕，伊也無去當，你要摕中國的護照去剪掉，伊也無甲你剪啦。我有看到講有這種，伊也無甲你剪啦，伊就摕這本護照咧行世界，哦，啊，安尼是算安尼有參政權無？啊，我照你講啦吼，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迄邊吼，伊嘛是規定是單一國籍的啦。對啊，所以照你講吼，伊若任何的陸配吼，不管是查甫啊查某，來到咱台灣吼，取得咱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那摕着身份證，你嘛摕着護照時陣吼，照你講，你迄邊誒護照一定會去有註銷的。一定會去有註銷。當然啦，迄當陣你若講有效期間哦，有可能你佫會走來走去，你無法度，因為迄個有效期，伊若無甲你摕轉去，有效期間伊佫會用。問題你若佫要去迄個更新，才嘿要佫更換的時陣哦，迄邊就甲你動來，因為迄當陣你已經取消你迄邊的戶籍，你若取消迄邊戶籍，表示你無法度佫申請伊的護照啊。因為我特別查過吼，世界上對着這個國際的認定吼，有一寡國家通常是分做3種啦吼。咱這種唔免講啊，變做真趣味哦。無你愛先放棄，你先放棄我才互你申請。無咯，你愛先有我才互你放棄。啊，這是講驚講你變做無國籍的啦。吼，這一種啊，這種血統主義就是講，你佫較安怎？你化成灰。你嘛是日本人，你嘛是韓國人，也有這種的。啊，所以我相信應該黨委員黨團內面已經有相當的討論過。是。啊，這策略上除了政治的這忠誠的問題，啊，加這法律上要安怎來處理？除了對焦講，你韓議長你來處理以外，在法律上的行動，即擺要實現較困難呢。是啦，是安尼，但是我嘛真認同三個老師頭拄仔講，有政治的問題，嘛有法律的問題。我想要擱甲大家補充一個新的消息吼，就是講，這兩天咱有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伊發布一個法律，伊講吼，所有我中國的國民，不管你即馬住咧倒一個國家，你佇咧迄個國家，你有義務愛幫我中國收集資料。這個代志是阮一直提醒民眾黨的。恁即馬其實是咧害你李貞秀呢，你毋是咧甲鬥相共呢。今仔若準講李貞秀伊的家人擱佇咧中國，伊若下得一個命令，講好，你即馬佇咧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你去甲所有恁台灣內政部的所有資料攏甲我調出來，我要戶籍的資料，我要人口的資料，我要選舉的資料，我要中選會什麼資料，我攏叫李貞秀愛去甲我調出來。李貞秀有義務愛對中國做這個負責。所以，阮的意思的講法是講，我感覺陸委會講明足清楚。伊講你無去解決李貞秀的問題，你是害伊兩邊毋是人呢。因兩邊的攏有性命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迄邊。所以，阮認為講，今日毋是干講政治的問題，而是法律的問題。你即馬民眾黨殺一個人去做不分區，但是你無去替伊想到伊的性命安全的問題，我真正毋知伊過來要安怎做落去。所以，真正毋是阮遮講有要互伊資料無，互伊資料真正阮也有受，不管什麼部會互伊資料了。伊去中國迄邊要求，伊愛交出去無？伊愛交，伊若無交出去，迄邊有代志。啊，伊若交出去，伊對咱台灣的法律嘛是有犯法的問題呢。所以，為什麼阮的黨團的態度會這麼堅定？就是講，不管是用國籍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還是國際法的觀點，還是講用中國迄邊的法，李貞秀攏非常非常的困難。那你講哦，對我來，那對我來講哈，那這個角度來看吼，比如講吼。後擺為即馬從頭到尾，任何陸配，咱們台灣絕對不能擔任公職。依我們的依這個委員的看法來講啦，比如講，因為你的法律有講嘛，我講所有個中國人民哦有義務安怎，啊問題伊即馬已經那取得咱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已經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啦，啊伊敢有法度，伊敢有正已經愛遵守這個規定。但是李貞秀老師，你自就像即擺的問題是，伊嘛無交代講伊中國的國籍到底有放棄無？咱毋知，咱即擺毋知。但是若準講咱佇咧網絡上，即擺有看到足儕人講，伊較早有中國的國籍，伊講伊即擺攏無啊，伊即擺就是摕台灣的護照。像迄種陸配，像老師講的陸配，若真正情況是像安尼，伊可能就無即個問題。而且伊若願意遵守台灣的法律，伊其實原來會使參政，就是講這法律的部分。好，所以安怎做安怎？所以有3項代志，伊也是無講明嘛。伊還交互中選會資料，交互陸委會資料，還是交互立法院資料，即馬攏看無明啊。李貞秀家己可能嘛毋，我認為啦，
到目前為止，伊是毋是根本就毋知伊在搞什麼資料？伊只係迄天頭一天去離開應該是不至於吧？2月1號去報道的時陣，烏白摕迄張出來，迄根本伊都毋知伊咧寫什麼資料。應該民眾黨會個調查。我阮送互因好，好無？來，邱老師，有人內政部講有寫配合伊講伊無開啊，是不是？來，邱老師，你來說明一下，這中型的這個問題啊。等下我再來講中型的問題，我講一個行政程序的問題啦吼。講頭拄講李正秀去登記的時陣，我想若總有傳算過，咱攏知影嘛。你基本上伊遐攏有足儕項攏寫得真清楚，一項愛去搞起來，愛咬起來，愛咬起來。伊若準無去摕到伊即擺的戶口就戶籍啦，啊，戶籍的證明、戶口謄本啦，咱安尼講啦吼。若準伊沒有。有摕到戶籍謄本，啊，中選會啊互過，歹勢，中選會內底失職，不，迄毋是失職爾，迄內底有人愛處分，愛處分哦，上少是行政的處分，所以伊一定有摕到戶籍謄本，這幾乎是100%。即擺重點就是伊敢有摕到證明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哦，這是重點，我會使保證伊無。因為什麼呢？因為若準北京，若準有影發一個證明互伊，各位中華民國都已經獨立嘛。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伊就承認啦嘛，承認你中華民國啊嘛。伊就是即擺伊無甲你承認，哦，迄天王毅哦，前2天前伊的記者會內底講得足清楚。哦，我莫去重述伊的語言。伊講了足清楚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哦，咱有接受無接受，有承認無承認，哦，咱歡喜無歡喜，迄是另外一個代誌。哦，啊，但是王毅迄天就講了清清楚楚。所以老師就實務上來講，咱愛每一個委員就任進前的半年進前，攏愛放棄掉伊本來的這個國籍。這項代誌實務上對中國過來台灣，或者是來台灣帶嫁的查甫，是對咱講是無可能嘛，對不對？因若準是嫁予一個日本人，即擺摕到日本的國籍，符合資格啦，哦，伊去申請，大陸會予伊，因為你變做日本人嘛，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我有問過，因要放棄國籍吼，足困難。足困難，迄是另外一個代誌。除非是像日本的參議員迄招牌啦，迄照出去的。你若準嫁予日本人，哦，啊，得待一定的時間，符合日本的法律的規定，啊，伊即馬要申請要歸化，這咱法律名詞叫做歸化啦，吼，伊要歸化做日本人，伊轉去北京去申請會過袂？會，一定會。啊，但是。中華民國頭拄講過，伊無承認台灣是一個另外一個國家嘛，伊是認為講迄是因兜的嘛。好啦，這第一點，這第一點。第一點，第二點，安尼講效忠的問題。頭拄委員哦講，這唯一是重點。中國唯一伊的愛國教，莫講因的法律啦，因的愛國教育內底嘛是講，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有熱愛國家哦的義務。每一個人攏安尼啊，每一個國家攏安尼，攏會要求提供資料咧。不，即馬就重點就是這，我要講，哦，你可以提供資料，咱來了。這愛用法律嘛，咱即馬咧講法律嘛，咱唔是咧講政治嘛。就是就是你發資料，咱才來了。李正秀看伊有提啥物資料互阿強啊無？哦。看是咱 F-16的飛機，哦，啊是咱立法委員咧審查國防預算的時陣，哦，秘密資料，因有機密資料，因攏會使看啊。機密資料，伊看了吼，有偷啊吼，寫佇倒位有無？寫佇內褲還是寫佇內衫有無？哦，啊送去互大陸，啊叫人去裝着，迄若裝着吼，是咧間諜法，哦，這就是犯法。因為我閣講一屆，咱是民主法治的國家，咱愛照法律來處理問題。哦，袂使講因為伊是中國人，哦，
伊可能有收集文件之義務，吼，安尼你就袂使。若准講是安尼，委員，若准照你講的這個標準，美國即馬有差不多幾若十萬的中國人，可能愛趕回去，就是即馬住在美國，中國人。住在美國，但是無摕到美國嘅。咱唔是講伊住喺遮問題，咱是講伊做立法委員，所以咱無講甲遮人趕出去嘅代志。好，咱講嘅是做立法委員，唔是甲趕出去嘅代志。足濟咱台灣嘛有足濟咱台灣人住喺世界各地嘅國家。伊嘛是咧做因政府嘅代志啊！美國嘅政府甲咱無共款啊，咱嘅公務員愛用考嘅哦。美國嘅公務員是唔免用考嘅哦，伊是政府嘅僱員哦，聘僱嘅人員哦。啊，但是也在看機密資料唄，共款攏會使。啊，美國會了袂？有一定會啊，有一個種有名的叫做李文和，哦，迄個夠了呀。美國人甲判刑啊。迄攏是發生了才抓嘛。對啊。對嘛。你甲抓嘛，但一定要有證據啊。你袂使講用一支嘴講，啊，你就是中國人。所以我頭拄的部分就是講，民眾黨其實做這件代志是互李政秀足為難。你嘛袂使安尼講，你我看李律師是真歡喜啦。不，應該是安尼講。但是伊肯定攏無好好就是保障佇台灣的一寡新移民嘛。啊，新移民可能是大陸的，可能是東南亞的，哦，啊是其他的國家，攏有可能的。我閣舉一個咧。有一個人叫做薄瓜瓜，大家知影無？因老爸是啥物人，大家攏知影。啊，伊即擺傳啥物人做某，恁大家攏知影，對吧？伊若准有一天來台灣住10年了後，伊會使選舉袂？啊，所以就即擺法律上就愛緊來處理啊。若是感覺這是問題，這重點佇安尼啦吼。咱的法律咧規定的時陣。你台灣人，你有相定的國籍的時陣，咱要求你一定要放棄另外迄國，我甲互你保證你參政。啊，即擺來大細肉講無好，即中國來迄落，伊咧要做立法委員的時陣，咱就無共阮的條件，袂當安尼。咱已經要求講無法度，你國籍就無法度放棄。好，我放軟，我甲你放棄即個戶籍，你嘛是無去辦啦。即擺重點出佇遮，因為你無去辦。你迄個表格摕出來是仿的，啥物叫做仿的？就是人若攏有一個表，你填即個表吼，足簡單的，迄種是規定的啦。迄有公文書哦，迄是公文書哦。啊，你這表交人無共款，你是用家己拍呢？啥物意思？你就是內政部叫你，你若摕迄個出來，啊，你有正式內底攏有的時陣，內政部加隨便啊隨。所以吼。我先講，吼，我先講，意思就是講，伊即個國籍的部分有放棄的困難，這我攏了解啦。但是已經放任甲戶籍的時陣，你也無去用。2023年，你登記做不分區的立委的時陣，你當時若無放棄戶籍，你有相定的時陣，歹勢無法度，吼，毋是講咱要來查這個落配，攏莫參政啦。無講到遐對遐去啊！我是感覺中選會嘛，應該出來說明。頭拄你有咧問我講啊，實務上要安怎做？我即擺有一個建議，你頭拄問有啥物建議無？我即擺我拄仔想到，因為蔡老師咧講，我才想到哦。委員，我甲民進黨建議去台北法院甲告，各以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愛中選會委員開會才當告啦。一定講是，咱即擺看無中選會到底什麼對象。恁立法院的黨團隊會使告。無啊。今仔日收到這個，伫咧立法院，老師咱咧分三個部分啦吼，伊三個部分的文件若攏是問題。行政機關要去處理，但是有一條非常的重要。韓國瑜伊收到迄個資料，如果韓國瑜確定收到是假，是公務員登載不實，迄是韓國瑜愛處理呢。今日是韓國瑜來處理。伊的立委資格那也是。阮黨團的韓國瑜在做出檢，他收到假的資料，韓國瑜收到假的資料。今日有讀一條吼，韓委員有讀一條啦，講這個立法院院長吼。有即個資格愛調開着即個資格審查啦，啊，伊應該是愛做即個資格，但是伊無嘛，伊無愛做即個歹人嘛。中央選舉委員會咧創啥？啊，所以我講中選會即擺如果韓院長若無徛出來，中選會應該就愛徛出來。是啊，吼，對不？因為伊的身份咧，你中選會發一張證書叫做
立法委員當選證書，陳委員一定有，他手上一定有一張，是，對不？還是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出來的。我講一下，我們有問過中選會，他們本來就是一直是處於被動收資料的狀態。那如果他那有講，他如果說現在有發現新事證，如果陸委會這邊回頭去查，回頭去查嘛。但是咱為拄開始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李珍秀因提供和中選會資料是有問題嘛？這麼就查。對啊，所以今嘛，拿中選會也在查，所以咱今嘛台北地方法院也可以查。對，台北地方法院現在要看有沒有檢察官要自己提起來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現在李珍秀他這個問題還就是中選會人選現在是沒有辦法成的嘛。啊，我們希望中選會，中選會人士同意說要被過關，他還有委員愛開會了，認定了，講啊，咱進前收到的資料原來是有問題，今嘛有真濟人。應該繼續叫伊委員啊！來，李老師，確實啦，因為這個問題吼，因為我應該記一個啦，大家各會記得前幾年，迄個花蓮一個村長，迄個鄧萬華，伊嘛去要提起解職啊，因為南進博公益的資格不符合，伊嘛甲解職，到尾提起上訴嘛，伊提起訴訟。法院駁回啊，駁回那個立法南進駁迄個解職的解職令嘛，啊應該復職啊，啊伊到尾伊就不愛做啦，伊就感覺講若過來去加麻煩的啦，所以講這個代志就發現講，那正吼，伊今仔日若正提供完全的資料，唔是放棄國籍哦，是放棄戶籍。這個證明，啊，即馬民進黨政府後擺要安怎？因為對民進黨來講，因為內政部的立場是講，一定要放棄國籍，伊認定的是國籍，伊無認定是戶籍，所以這就是麻煩。因為來陸委會講的是根據兩岸關係條例來處理。啊，問題內政部是講愛根據國際法，啊，所以即馬就麻煩啊。啊，問題若根據即個花蓮迄個案例來講，你若符合咱即個條件，照你講，你陸派是會用合法踮咧台灣參選的。我嘛是。所以這就是這個部分我想要補充啊，大家聽到這樣，你會講啊，我剛才針對李珍秀，但是我就感謝老師他都講，咱若用着國籍法的時陣，到底是安怎想？我甲大家講一個例吼，有一個台灣最有名的體操教練，叫做瑞莎，好，伊為着要有台灣的國籍，他努力放棄他白俄羅斯的國籍。我的意思就是說，今天李珍秀他不是特例，是以後每一個想要規劃成台灣國籍參選這些民意代表的人，他都適用國籍法。所以感謝老師頭都有講到嘛，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內底敢若寫到迄個部分，其他頭一句就講啊，無寫到的部分用其他的法律，所以若要參選做這政治人物的頭路，你都要當用國籍法。所以這委員安尼講的，即馬伊邏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另外一個國家嘛，對吧？基本上若要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愛回到政治的問題，這會使過來好好討論。我即馬問你，就是問你法律的問題嘛。過去以來，台灣甲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互不隸屬嘛。對，啊，互不隸屬是啥物？啥物互不隸屬？老師認為互不隸屬是啥物？互不隸屬什麼？我嘛是就想要聽國民黨，還是聽民眾黨？柯文哲咧問問的時候，我嘛就想要問。因為這是法律的問題啊。這是法律還是政治？法律的問題啊。來，老師。我相信吼，經過差不多30-40分，大家觀眾朋友已經了解啊，這個症結就是佇遮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吼，是到底是國家，唔是國家，但是其實還佫一個事實，就是蔡老師一直強調講，你戶籍頂頭，你到底是安怎處理？戶籍甲國籍袂使參做伙，唔是，因為這行政定數吼，先去查清楚，因為國籍我看一時半刻吼。也真困難啦，啊，要修憲吼，也真困難啦，吼，只有靠我對家來開始處理啦。但是還佫剩一寡時間吼，我必須要來講吼，這個會期新的吼，由於單位員，基本這個會期新的還佫兩項甲中國有關的，就是這，哦，不在籍的投票，我先因為時間有限啊，我吼剩的時間來，這不在籍的投票吼，咱民進黨的這個看法是。宣布的在咱
甲計算的風險，啊擔心即個運送啊計票登記啊無名來申請一個境外勢力的滲透，咱是主張安尼嘛？簡單一句話講啦，吼，其實民眾黨甲國民黨的人，因嘛有發覺到這個問題哦。第一頂會期協商的時陣，吼，國民黨的委員有真明白的講，韓國瑜院長嘛有講，伊講吼，公投綁大選較簡單啦，那是歹勢，伊講吼，不在籍投票綁公投就好啊，這較簡單。但是地方選舉的時陣吼，咱干那要打迄個票吼，大概。這個天花板都大不搞，所以連韓國院長都說，這個不在籍投票先不要處理地方大選，一句話。是互相歹處理，是互相非常的歹處理，非常歹處理。但是伊啲公投有較簡單，會使處理。嘿，即馬三黨的態度基本上攏是安尼啦。哦，所以這個希望是頂會期的協商的結果，所有的委員會使聯動，咱就有機會。國民黨都唔同意。國民黨的部分是因家己畫暫停剎車哦。嘿，國民黨但是民眾黨的意見可能是一半。迄當陣黃國昌較歹啦，希望這個會期無黃國昌，有陳清龍總召會使較好啊溝通。而且因即馬來委員，足儕攏是教授啦，我認為有機會好啊溝通。邱老師，你嘛教授，你嘛表達一下意見，你不再接的投票。我伫你的節目內底，個別個節目內底，我寫文章寫足濟啊。這個主題，我寫足久，寫足久啊！我對我這個國大代表的時陣，就咧討論這個問題，嘛是同款。我的想法真簡單，就來到憲法，哦，憲法內底有講，我頭拄講的嘛，咱的國民會使投票嘛，哦，伊若准無法律的原因，你袂使剝奪他的公民投票權，啊，你依法你會使甲剝奪袂會使，迄叫做褫奪公權。我想，咱電視機頭一個觀眾朋友，大家攏捌聽過這四字，褫奪公權，對不？被褫奪公權的人，伊沒有公民權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攏無啊，對不？所以講，唔是講咱的投票權袂使甲剝奪，會使，但是你一定要經過法院甲褫奪公權。若准無，你袂使用行政的原因甲剝奪。把它剝奪掉，啊，比如講，哦，第部隊內咧服兵役的，哦，伊可能去投票，伊講愛留營，哦，啊，就甲伊的投票權就甲沒收，哦，這對古早到即陣，咱攏是安尼做的，咱攏安尼做，啊，就有一寡去判刑的，並沒有褫奪公權。因認為關掉所以老師，你認為實務上會當做到嗎？譬如講，他拄啊韓議長，甲單委員講過，韓議長講，哦，剛才選票迄候選人安尼大家天崩去。咱較早咧想的足濟代志，攏做袂到，即擺科技發達，剛會使做。哈。所以老師是會講啊，電子投票，迄都是另外一件代志咯。是哦。迄是另外一件代志哦。若要講這，迄都是另外一件代志咯。所以講，你看到無？我講一句呢。委員立刻就知影，因為我有認真，我有認真。委員認真，哦，所以伊知影講這是技術問題嘛，啊，可以用技術問題干擾人民的權利嗎？如果是老師，如果是電子技術問題，我們就會回到借選風險的啦，絕對不能接受。我也絕對支持每個人都有投票權，要保障投票權。憲法給予人民的權利，你袂使用行政的。技術的問題，講我做袂到，哈，我就甲沒收。用電子 OK，電子本來風險呢？風險對，即擺咱風險你想辦法甲克服啊？想辦法咯，一定的啊！咱的台灣的科技是全世界頭幾名的呢。這點若真咱做袂到。川普進前個前陣嘛講台灣的選舉方法上好。沒有科技的，雖然感覺很 low tech。川普啦，川普講嘛，紙本投票的安全，而且因為電子投票就有擔心借權的問題嘛。川普個到今昨個咧講，上就咱台北時間昨個咧講，不同性別就是那個跨性別的不能參加比賽。你就知影講這個人會頭殼伊。不啦，一項就一項啦哈，這但老是贊成這電子的來處理嘛。一點不，我應該講更較懸。我贊成不在籍投票，一處來甲解決。所以你要想辦法去解決，這是政府的責任，不是你的權利哦。我再講一個，你要想辦法讓人民能夠投票，
迄是你的義務，實際迄唔是你的權利。是，來蔡老師你的看法。所以全球的中華民國國籍的人，伊攏會當投票，但是咱的憲法規定，總統選舉愛轉來國內投票，有寫返國投票，足清楚的啦。你要移轉投票，我會當理解，這有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電子投票的問題，就牽涉較大，而且無在職，那全面擴大。啊！佇中國要安怎？台商嘛，我佇台商，我佇中國啊。哎，對，我講伊一定會講哦，你得互伊參政權啦。但是中國這個國家伊會去威脅遮個人啊，所以這就無公正性。伊敢若講兵，不是，伊講的攏是極端啦。但是就是講，伊咧講的意思就是講，大家攏有權利，攏愛平等啦，你大家有投票權。但是事實上是安尼，你若是有外力。壓迫的選舉，迄就是無公正。我同意。吼，你知影意思吼？啊，若中國用這個中國甲無壓迫台商投票，你莫甲我講無啦。吼，摕證據啊！有啊，韓國有迄件代志就是，係毋是？韓國有選舉的時陣，伊就透過我意思，我甲你講啊。這個有個是用政治咧講法律啦。迄去用確定，去用起訴啊。哦，安尼。啊，你莫甲講攏無這件代志。但是蔡老師，有證據就你先我講者，你先我講者啦。我意思就是安尼啦。伊即擺講的就是講哦，大家攏愛平等啊，但是伊攏無考慮着講，這有其他的技術上的問題。法國伊嘛是捌用這個電子投票，後來伊發覺講這有問題，我可能愛改轉去傳統的方式。當然，到時若抗議的時陣，恁民眾黨攏莫出來抗議啊。若是有問題的時陣，我的意思哦，整屆因在咧講啊，講哦，這做票。迄個無影無食的代志，伊嘛是喺講做票，因為網紅啦。我30年前啊，民眾黨我就咧講啊。對啦，我講啊，你聽我講，中講不在投票啊。有無？你會記得咩？迄什麼沙沙迄個，伊就過來講好，你這安怎？我要講的意思，台灣這個方式當然較老，但是公平性較好啦。吼，我愛講啥？這是大學聯考啊，這就是大學聯考的觀點。移轉投票吼，我講的簡單，就是講足簡單咧。移轉投票的話有技術性的問題。但是若佇中國要投票，我是一直反對啊！啊，無國民黨伊嘛是反對啊。來，蔡老師，因為吼，我所知哦，台商吼，無一定攏投國民黨。啊，但是有的是講啊，對，所以這個計算吼，真歹講，真惡講啊。所以我老實講吼，李老師來講。我必須講啦，咱這兩邊舉辦這個不在籍投票吼。確實講，現實層面上哦，踮咧中國大陸確實無法度做，有啥物無法度做？因為恁要做，一定要咱有駐大陸地區誒公家機關啦，咱才有法度踮咧辦理這啊，中國無可能接受的嘛。吼，第二個啦，吼，公啦、兼洗褲那個做啊。我嘛要提醒觀眾朋友，不在籍投票哦，向上早向提出來。民進黨啊，民進黨執政以後，就攏講無法度，用各種理由講，這完全辦不到。問題咁這樣講辦不到。老師，我應該按你講吼，較客觀來講，你時空條件無共款。是確實，問題就是講，這人有因的考量吼，啊，但是我要問講，技術上真正做袂到嗎？照你講是做會到啦。當然，你講地方來講，因為咱地方吼，如果我譬如講，那是。像邱老師不是民進黨籍嘛，吼啊，那派駐大陸來做這個宣布，你感覺安怎？無啦，大陸敢有要互咱底下投票？對啦，咱就是安尼甲講啊。大陸都毋捌看過投票啊，咱去投票看安尼哦。我來鄭重推薦，邱老師選舉專家來辦宣布。啊，看人，互因就見證。中國大陸一定，這頭一下破天荒咧。伊唔敢啦，我講。伊哪有可能開放，互咱講因為派人來講。啊，恁就是中華民國一部分人因講的啊。互咱台灣人點樣投票？你一部分，你愛過來用啊。我30秒就好。老師，我來30秒。看起來講，敢若我就唔捌實務咧。無啦，老師唔是我唔是調我甲大家報告。我真正的想法是，這條代誌講了30幾年啊。咱上少即擺愛開始討論的，唔是不會使有投，可不可以有不在籍投票？咱即擺愛討論是倒一部分，咱即擺做會到，咱先來做。啊，做袂到，比如講咱頭拄咧查個，看起來敢若我是大陸仔的吼。不是啦，老師，唔是這藝術啦。是，迄是有影，迄有影較有困難啦。講實在話，嘛是有風險嘛，我哪會唔知？啊，但是有，唔是所有攏安尼啊。
哦，有一寡咱台灣人住在美國的，一定要回來投票嗎？來回飛機票，大家甲想看賣嘛，對不？我嘛是回來投票。有一寡人住在日本的，哦，有的是伫咧台北啦，咧讀冊啦，因兜無錢啦，無錢買車票，轉去投票。即擺投票一工，就要擱轉來。阮佇學校看足濟即款學生啊，到尾仔就變做兩邊的黨，不管是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去包迄個遊覽車有無？載遮囡仔轉去投票。好啦，這當解決放選舉進行時間放假，放假就好啦。我真正意思就是，你國民黨甲民進黨兩邊愛來討論。我以後選舉攏辦佇過年好啦，禮拜。這攏是技術問題嘛。這恁兩個大黨會使去討論，啊，找民眾黨來做伙來討論。委員小講者，委員小講者。開始。民主國家的定位就是啥物代志攏愛討論啦，就是安尼。希望這個會期會使較少這種爭議法案，會使。對，福國利民的法案較濟。